去到湖南永州，揾柳宗元《永州八記》入邊悠悠乎與浩氣區而莫得其崖嘅探險路線，體驗佢開山劈路嘅艱辛。咁就話個小丘啦，就喺姑母潭嘅西邊，但係自己揾嘅時候就發覺原來喺東邊嘅喎。仲會去到柳宗元寫《江雪》呢首詩嘅地方，感受孤舟蓑笠翁，獨釣寒江雪嘅情景。呢條結晒冰都釣到魚嘅江，究竟喺邊嘅呢？久為砧棗類，幸似南夷澤。閒依龍寶輪，偶似山林客。曉耕番路草，夜傍響溪石。來往不逢人，長歌楚天碧。就憑呢首詩啊，就知道柳宗元係一個好中意講反話嘅人啊！嗱，佢表面上咧就好似晒命咁話咧，喺朝廷咧做官做到攰啦，俾人燉咗嚟永州呢啲山卡拉嘅地方咧，個人咧反而鬆晒，得閒咧耕下田啊，撐下艇仔啊，劈下草啊，都唔知幾爽啊！真唔真咯？嗬！如果真係唔介意嘅話，又使唔使寫咁多詩嚟呻呢？不過呻下呻下咧，又俾柳宗元咧呻到成為一位旅遊專家喎。離開咗柳州啊，蕭麗芳同 Louis 咧就向住永州出發啦，沿住永州八記嘅路線，開始佢哋呢一集《詩遊記》嘅旅程。永州位於湖南嘅最南邊，因為永山同埋永水咧而命名㗎，係古時中原同楚國嘅交界，地理環境同中原好唔同噶，出晒名咧山搭山，四圍都係溪水同埋河流。今集我哋兩位學生蕭麗芳同 Louis 咧嚟到呢個風景咁特別嘅地方，親身睇下柳宗元喺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入邊，悠悠乎與浩氣區而莫得其崖，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嘅氣派。呢度唔單止風景靚啊，仲係古時咧兵家必爭之地。歷史書話要控制南蠻呢，就一定要先佔據呢度。軍事上嚟講，永州就梗係寶啦。不過呢度遠離朝廷嘅政治中心，要你嚟呢度做官咩，就梗係另頭 say no 啦。好似柳宗元咁，衰在得罪咗朝廷嘅話事人，先焗住被貶嚟呢啲咁僻嘅地方做個官仔。照計柳宗元應該好憎嚟呢度至係噶，事實啱啱相反，佢不知幾中意呢度，一得閒呢就遊山玩水，唔係齋睇嘅，佢仲會 mark 低幾時去過邊，見到啲咩，寫成咗中國最早嘅一本旅遊指南《永州八記》。呢本遊記就架勢咯，完全證明到柳宗元呢位文學家幾有旅遊嘅 sense，專業到咧會標清楚晒啲方位、距離同埋地理嘅特點。只要跟住佢講嘅路線行呢，就會睇到佢眼中嘅永州八個靚景啦。永州八記嘅第一篇就係而家攞咗嚟做中文課文嗰篇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，不過入邊第一個出現嘅景點呢，唔係西山，而係發花寺。柳宗元俾人燉到去咁遠，朝廷好明顯就放棄咗佢啦，仲點會有房屋津貼啊？當時嘅柳宗元帶埋成屋人，千里迢迢咁由中原嚟到呢度，何來有錢租屋呢？好彩唐代咧最多嘅咧就係寺廟，梗有一間喺左近嘅，仲任你住添。呢啲咧就可以話係古代嘅社會福利，再加埋慈善組織嘅 crossover，fit 晒本身信佛嘅柳宗元啊。而佢最後咧就揀咗發花寺落腳啦。寸身楚南極，山水窮險間，步登最高寺，消散任疏華。話晒都係寺廟啊，梗係起喺一啲隔涉少少嘅地方啦。我哋兩位學生哥咧，揾極都揾唔到柳宗元所講嘅發花寺，唯有憑住扣發花寺西亭，步登最高寺，消散任疏華兩句，一路向山上面揾，先發現呢，原來發花寺就係呢一間高山寺。
師傅你好，柳宗元曾經在這個法華寺住過嘛？那以前他住的地方是在哪裡呢？在寺廟的旁邊嘛。這兩邊？在兩邊，一方面是住僧人的，一方面是客房嘛。哦，就這樣子吧。那他以前在這裡住的時候，他跟這裡的師傅的關係是怎麼樣的？那可是很好的，很融洽的啦。悠悠乎與好氣區而莫得其涯，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。淨係睇呢4句啊，已經感受到柳宗元真係好沉醉山水之樂啊！佢覺得大自然嘅景色無窮無盡，好靚好正，自己而不得咧同呢啲山水咧融為一體啊！日與其途上高山，入森林，窮回溪，幽泉怪石，無遠不到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沿堰溪，着津網，分茅廢，窮山之高而止。佢仲話，無論用咩方法咧，都要發掘一啲冇人去過嘅新景點，唔止係攀山間水，行到冇路行咧，仲顛到要劈走啲草，燒條路出嚟。佢呢鋪山水印咧，直頭可以用瘋狂嚟形容啊！蕭麗芳同 Louis 繼續行，跟住《永州八記》第2篇寫嘅孤舞潭在西山西，揾到柳宗元寫孤舞潭記嘅地方。Louis 唔嚟都唔知孤舞係咩啊！喂，又話孤舞潭嘅嚟到。孤舞唔見咗喺邊啊？我已經見到孤舞石噶咯，你以為孤舞石係點啊？孤舞咪即係姑媽咯，咁嚿石咪成個女人咁咯，唔係咩？唔係啊，呢一嚿咪孤舞石咯。其實孤舞咧，即係古代嗰啲熨斗啊，入啲熱水落去啦，跟住喺度燙衫嗰啲啊。呢嚿石似唔似孤舞，就見仁見智啦。但係就好肯定，柳宗元嘅想像力真係好豐富。佢鋪山水印呢，除咗為佢帶嚟快樂，仲意外咁樣刨尖咗佢支筆，將《永州八記》入邊嘅地方咧寫得惟肖惟妙，吸引咗好多人真係跟住佢嗰條路線行嘅。其石之特路演展，負土而出，爭為其狀者，殆不可數。其牛馬之飲於溪，其沖然割裂而上者，若雄卑之登於山。啲景色描寫到咁靚，石頭又似唔同嘅動物，有唔同嘅形態，結果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好多人呢爭住睇《永州八記》，啲人仲封柳宗元呢做遊記始祖添啊！本來天才橫溢嘅佢，一心呢諗住喺朝廷嗰度做大官，點知俾人貶到嚟呢啲山卡拉嘅地方，做個有名無實嘅官仔。好彩佢冇放棄到自己，仲嘗試揾下喺呢度做官嘅樂趣，結果成為一位好出色嘅山水文學家。啱啱今年碩士畢業嘅蕭麗芳，其實呢喺讀碩士之前已經對讀書冇咩興趣噶咯。我記得當初啦，自己咧都冇諗住讀個碩士課程嘅，因為自己都揾到一份幾中意嘅工啦，同埋真係好有興趣繼續做落去嘅。咁所以當收到學校封信話有得讀嘅時候咧，咁就收埋咗一間房度。但係點知咧，我屋企人就幫我執房嘅時候就揾到封信出嚟喎。咁就話點解你知道咗自己有得讀，但係都唔同我哋講啊？咁就逼我要去讀書咁樣啦。咁但係嗰陣時咧，自己覺得好唔願意嘅，同埋即係雖然話應承咗佢哋話讀啦，但係嗰一年我去讀得好唔開心咯。無論面對咩逆境，抑或改變唔到嘅現實，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諗方法去接受。肯試嘅話，日子可能唔係你想象中咁難過嘅喎。初初讀個碩士課程嘅時候啦，咁有少少係覺得屋企人逼我嘅，同埋自己本身都唔情願去讀，咁所以都讀得幾痛苦同埋幾唔開心咯。咁但係都決定咗要讀咯，咁唔通盤平咩？咁自己啦就不斷發掘下有啲咩可以令到自己讀得開心啲呢？咁就從中揾下啲樂趣出嚟啦。咁又出奇地又真係越讀越開心喎。咁結果都攞到一個幾好嘅成績畢業添啦。咁令到我覺得呢一年其實冇後悔過㗎喎。咁所以嘗試係好重要咯，即係你只要肯踏出第一步去試去讀，咁我先至會知道原來有咁多意外嘅收穫咯。唔理結果係點，嘗試咧永遠都係邁向成功嘅第一步啊！未試就棄權呢，就等於自殺一樣。
好多時候呢啲嘢呢唔係自己揀嘅，條路呢未必係自己安排嘅，但係咁樣又未必代表我哋行錯路㗎喎。有時行下行下，我哋先發覺條路可能好啱自己呢。都係嗰句嚇 ，never say never， 咪咩都話唔好先，人要試先知咩係最好嘅。陣間翻嚟，我哋會去柳子街同柳子廟，呢度嘅人呢，竟然係世世代代都要守護住柳宗元嘅故居。呢座柳子廟咪就係北宋時期起嘅咯。仲會睇下柳宗元同第二個老婆邂逅嘅地方係點嘅。柳宗元之旅又完啦，兩個學生又帶到啲咩落袋呢？